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我相信各位常看《福起来》嘅观众朋友，如果讲我哋咧福起来，常常會受嘅嗰度用行通去完成自家夢想嘅人。我哋今日有想到來賓，我哋千言來自美濃嘅羅千言，伊咪係一個，伊原本係一個護理師，但是因為對個也上癮，同時對行業一啲熱愛，而兼足。許多嘅地方，譬如講我哋咧廣播啦、批言啦，甚至想做行業教學，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我哋羅千言，千言嗬。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來自高雄美濃嘅羅千言。觀眾朋友，聽到有上癮地講，亦都講到幾標準嘅一啲廣播上癮啦，嗬。千言，我想我講，因為我今日看人嘅劇本嘅時候，我都想講，因為我即個本身嘛唔係傳播內容出來嘛，這個係讀心理呢，我說是醫學相關的啦。對啊，但是吼，我都想講，當初係乜個幾年，我表唔怪是講，對於啲護理師變成一啲做廣播嘅一啲主持人咯。其實我時常睇嘅上一個問題呢，啱唔講我安尼回想起來呀，應該係睇我大學畢業之後睇嗰啲醫院工作嘅時節，可能冇按家來講客家話，因為離開嘅美濃嘛，去到高雄市區邊背，就變成了我時常睇嘅同평人講法。因為嘅軌道攏係好容易，可能講嚟，我會講到行業去嘅，就可能嘛，拄好睇工作一段時間之後睇命路行就無聊嘛，就看到嗰啲消息，高雄市嘅客家表演會睇嗰邊開主持人嘅考場就想講，家就去參加看啊，係嘅，就係對嗰邊開始嘅。嗰時係因為當初去參加一啲考場咧開始，然後一啲算是主持嘅一啲生涯，但是問題係講，你以前有想過，譬如講你曾經講朗讀啦。無如公開演講啦，有參加過你發通冇？有高中嘅時節有參加朗讀比賽，係啊，唔過大學之後就攏冇乜嘅相關嘅，係啊，就一直都會嗌講畢業之後做嘢，要去參加一個主持人嘅考場。嗰個主持人嘅考場地方教我乜嘅東西，唔記得冇？可能就大部分就會講一個係乜嘅法通，然後用乜嘅方式來講嘛有本可能試看講去小小的攝影棚嗰邊來錄影來講看嗰時經過嘅考場以後，唔知乜因為講其實這個對主持一件事情算是有興趣嘅。講起來算係啦，因為有常常有人講主持一件事情，都未聽人嘅答對。我講大家使用係咪好？但是其實真是開始主持嘅時間，你會感覺到講，其實主持一件事情唔單止能講法咯。冇咁簡單咯。你有講？因為可能要焦點現場嘅狀況，要很靈活，要很應變能力要很好啦。我上嘅軌道。嗰種嘅訓練咧，係訓練現場主持人，唔係訓練講天台主持人。我都講係在講好嘅考場是像安尼就攝影棚嘅錄影嘅嗰種體驗啦，就講講看啊，成安尼。但是後來有去參加過現場嘅發通嘅主持嘛？有。有。嗰種即係以比較講，後來講，譬如講現場發通主持啦、廣播主持啦，差別喺哪啊？從廣播來講，你就唔是面對面。有時係來賓啊。係啦，唔過因為廣播嘅話，大部分可能攏係先錄好，唔係冇講好，你就再講一擺，會剪過啊。唔過喺現場嘅話，會變成個唱100嘅機會，尤其係讀到係有總管來，愛講話嘅時節啦，愛小解嘅時節，嘅就真實過緊張。其實嗬，鬼東話嘅問題最前頭。嗰時你即個對即個嘅行業一件事情係幾有信心嘅？其實嘛冇多按到呢，是身邊嘅人就講嚟講，會講，做乜嘅唔會就繼續講客家話，係啊。係你邊個話感覺到佢唔講話，講客話講個溜啊！南部女僕嘅講個俗，個同俗嘅講個溜，講個爭吼，同時嘛講個順勢樣嘅。咁你喺環西路一出同講阿婆，爸爸媽媽叫我講客話。係，退路卡攏係講客話。全部都講客話。美濃即個睇細細全部講客話咩？睇美濃嘅話。大部分。嗰時因為從來我最近一個問題，你講。
我哋可能熱從對話或講下話，但是講到一些講腦的事情的時候，甚至講在思考講新聞的事情的時候，如果佢自然的轉翻譯，睇面容會冇？冇會啊，因為也會最大問題都講，中我講到有東西，係因為我哋我開始在主持的時間，有時都唔係講明白主持的講自家身份的事情嘛。你聽我講到，譬如講政治啦，其他新聞啦，吼，如果其他最行嘛事情的時間，唔會有嗰種轉彎的問題嘛？翻譯好轉行業嘅問題啊？會。咁幾想用啊？因為像廣播嘅話呢，就我先停下來，問一下身邊的先生講，誒，咁樣用嚟講較好啊呢。我就如果真係冇辦法反過來嘅，我就直接用翻譯。咁幾時間你去書訓係咧係，你馬上都開始有一啲算是廣播主持嘅節目咩？還是講對做配音嘅來賓開始啊？蠻冇開始主持誒，嗰時間還是咁樣睇安尼一樣做勢啦。啊，不過之後呢，都好有受邀到節目去做訪問。啊，嗰時間其實睇一段時間地播一樣嘅，除了參加一個主持人嘅課程，那還有另外去參加一啲客家相關嘅，我就攏去試看下先啊，因為想講啊，反正。冇去過，去體驗看啊！唔知啊講自家會做乜嘅，就去試看下先。啊，就都好有一個機緣就受訪，就本人訪問之後誒，人哋就都好嘅啲先生咧，就講誒講喺睇面容有興趣冇，啊就安尼揀嘢安尼。咁我哋先來問嗬，本人訪問嘅bài經驗用嘅。都對我哋見面訪問用嘅啊，但是其實已經冇強嘅，因為而家你即個已經買主持人嘛，做個配音嘅嘛，嗰時其實你即個其實人家講客話起來已經佢刺人咧。咁幾時間開始俾你做訪問嘅時間？冇緊張。嘛會呢，因為嗰時間我冇辦法到現場啊，我就用安尼手機嘅先錄背安尼，啊我自家呢嘛。強用嘅內容，我自家錄嚟記下擺，睇起來較順哦，較好嘅，我將陳背。誒，咁因為講幾時係講唔順嘅原因係咩啊？可能聽咧就幾緊張嘛。幾緊張。係啊，講講自家。你話會緊張啊？嘛會呢，因為講講自家錄唔好，講唔好。講唔好係因為講唔上一團講都冇咁樣。可能係。以前啊，高中嘅時間就參加朗讀嘛，朗讀就按你改順啊，練習改到邊改到邊嘅。啊，唔講唔係本人訪問嘅時間，可能冇辦法像朗讀按你按順，我會停下來想一下，啊一邊講嘛，我一邊想，係啊，嗰啲冇衝突。咁後來你即刻開始有機會做主持人嘛？哈，第一擺去我哋講錄音室嘅時間，有乜嘅心情上有乜嘅想法？第一擺哦，我第一擺嘅時間啦，因為我準備要講嘅話嘛，我就用嗰啲逐字稿，就計打下來啊，用電腦打下來，大概記下種字咯，啊，就去到現場啊，你計錄下來啊，咁講其實喺過程當中呢，因為第一擺啊，要哪能嘅歌誒，嗰時候嘛，嗰種題嘅音歌誒，冇按順。唔係，你念出來嘛冇簡單的，因為你要逐字稿係用反一下還是行一下？都有呢，就落強下種講法嘅樣式係用嘅，就計按你寫下來。但係如果幾擺錄音唔單止當場錄音，但是你睇到佢錄音準備好嘅，因為你這個要寫音嘛，音嘛要打字嘛，其實打字最麻煩。好，有些人的打嗰種都來講行語文的詩，還是講翻譯詩，都是有些翻譯詩打了，你都現場念唔出來。好，你當我睇嘅，可是唔係叫人開始講唔使用逐字稿。其實都見到係要，啊唔過其實都見嘅話就冇從之前變成講每一扎詩可能攏一定會按準，一下就可以睇佢底下講重點係乜嘅，啊講到乜嘅。我想問一下，從更加來講嘅話，比如講以前嘅主持節目，睇啲講法些啦，嗬。像我哋我們一開始用逐字稿嘛，但是後來一聽會思維越來越少，好，那純標題，好，甚至個標題地方啊，睇有講乜嘅東西。但是睇講法嘅內容地方，唔太有會傾向於用法文嘅詞，還是用行語嘅詞啊？有發現到有差別冇？
还是漢語為主啦。还是行业为主。啊，毋過有條嘅可能冇辦法一下會講出來嘅，譬如講可能食嘅東西，漢堡好咧，可能嘛冇可能就安尼順順嚟講，安尼反正就會變就個漢堡啦，係。我問哦，你這個地方有偏窮嗎？啊，唔知。你好，觀眾朋友，因為其實講到一件事情，我都發現過吼，有一班我都問，譬如講安陽強嘅伊個後生嘅吼，我都問佢有偏窮啊吼，伊都講唔知呢，後來我都發現過，人用來學法吼，按照賺錢學法。你講，因為我哋我哋講日治時代結束以後，其實後來我哋幾多學法其實係用到當初嘅日本法嘛，譬如講瓷磚茶，吼，我哋甚至我哋咧토마토好，全部係日本發展啦，郵片叫做郵局啦。哦，有人哋攏講郵局啦。係啦，嗰時我做一篇我講郵片局啦，以前日本發到郵便局嘛，嗬。嗰時我都發現到啊，原來我想到而合法還是有一啲人推上面嘅一啲詐騙嘅嗬。嗰時講咗一篇，我發現到講，其實千人對自家嘅興趣嗬，而真係會希望講，唔單止可以講合法，甚至講做主持節目一件事情，而可以去做出一個興趣。做休息下喎，看到節目我哋買嗰度嗰精彩故事哦。翻下過來福起來嘅。上節目來自我哋美濃嘅羅千英同我哋分享講，伊係用一面做護理師，一面行業嚟嘅行業主持。我就想問一下，多已經有行過，譬如鐵板音講我哋錄音室嘅嘛，嗬。但我哋講其實我哋主持嘅廣播節目地方，唔單止講一定要見講法啊，一天我要邀請來賓啊，要開始邀請啦冇？啊有。啊感覺到樣嘅？佢見咗，唔係已見咗，已見咗，還是唔見咗？攏見咗。做乜咯？做乜咯？因為可能講冇按順，冇按順。因為有時間也嘛冇可能講照定不一個題目安尼回答，有時講嚟又講啊，偏個地方去嘅。而做乜照到人家題目回答咯？就係可能開始嘅時間，我不以記嘅，我可能會問嘅問題，唔過有啲時間可能伊講冇按到，我就會想其他嘅問題。可以補發。也嗰啲就真係愛練習啦，冇按簡單嘅。咁你嘅意思是講？等於講佢提出來嘅問題，即係嘛我先念過一遍，好，咁嗰時講對方一下冇做到，人家題目講冇得講，人哋講做題去嘅，嚇題目做回嚟，嗰時唔能再綁鼓咯，冇得講啊，做到入邊嘅花式停頓下嘢時，冇有時檢狀講，我講嘅順還是唔順冇？開始嘅下真係個嚴重，有時間係唔點樣用嘅夾法，係啊。唔過之後呢，就較有經驗嘅，我雖然會背記下嘅題目，唔過我會另外準備個較多嘅題目。係真係講起嚟時間唔拉擺，我就會再問別嘅問題。可是我們這個節目節目嘅嗰種我哋講大部分都係討論乜嘅事情咯。我目前呢，大部分攏睇嘅講美濃相關嘅，我可能會以前同美濃相關嘅。有幾道後生嘅幾道也偏開店，我就可能會去邀請人來訪問。嗰時路係現場錄音。冇，我會邀請人去錄音室。錄音室啦，係啊。唔過係真係冇辦法嘅話，因為做成呢個無限嘅種，我可能就會人嘅錄音嘅現場就會更嚟強下，就去一個現場嘅同佢訪問。其實比起嗰度地方，美濃嘅講客話嘅人算幾多吧？算係。係啊，嗰種邀請嘅來賓，而應該刻意使用嘅嗰種頻率應該咪幾高啊？嗰種應該唔會講，唔會講個客嘅來賓客話講嘅唔順，還是講唔過講這個客話講嘅唔順？其實唔會，因為我邀請伊之前，我出底下，如果講客話，我樣邀請伊。而家講客話，我邀請。如果講客話是講到伊多省啊？攏做得啦，只要唔要講出來，安尼就做得。我講客家話就可以嗎？唔呀，我講客家話嘅人按少誒。都冇過多係啊。
因为这样的拖下以后，都冇人好访问的。係啊，所以啱一講嘅咧就早啲來訪問。嗰時可能有啲地方係以這個可能有一般方言，蠻唔怕嘅。蠻唔好，怕。反正平常時嗰度有啲發現會講都可以，但是你這個一定係全行業嚟講。係。但是全行業嚟講話要組織搞，你而家？還是有準備呢。還是有準備。可是問題係講唔多第一家廣東人能用嚟準備嗰種。哦，嗰種順能接下去嘅嗰種就唔是嘅啦，啊，不過可能開頭啊，還有嗰啲節目嘅水面，我講嘛嘅，我自己還是會先下下來。好，當然，因為開頭我發覺可能同人哋見本嘅主題多少都有關係嘛，啊，水面嘅時間嘛，有一些像總結我哋見面嘅節目裡邊講嘅東西，或者啲東西太陽都愛寫一下啦，嚇，你自身都冇準備，但是問題係講人。節目有一點鐘嘅節目，一點鐘嘅節目。扣係音樂差唔多，唔知6點鐘。最保險嘅差唔多其實還是會40到50分。40到50分，咁40到50分嘅話，即個要錄一舊，準備一舊，即係講攰嘅錄音嘅嗰種時間，差唔多錄一舊。差唔多1.5鐘，1.5鐘，然後剪成40分鐘，差唔多，然後再加音樂地方都編咗多1點鐘嘅一個節目嘛。嗰時候你看到其實算是蠻鬼閃縮嘅。好1.5鐘其實都結束一些。差唔多。但是做主持一件事情唔單止講聽人打鬥戲啦，哈，但是主題嘅嗰種請主題，同時請人。其實佢花時間嘅，佢花時間。按平常時乜時嚟做一件事情？就平常可能看手機嘅時間，就會看到哦，一下面容可能有乜嘅發通啊，也係個可能平常因為我就係他睇面容啊，就出去看到有乜嘅點咩，係啊，就可以問一下呢。遞出名片，邀請他。咁成功啲過冇？冇。冇嗰個，你話咯？因為我睇到講扣上人都做嚟面容做成年嘛，做成年嘅人演嘅時間就該冇固定，唔係講錄影嘅話要愛特別去走到另外一個地方，你其實對人來講，唔係每個人弄人一樣。你等於講，你可能愛花這個時間要走去屏東啦，可能嘅錄影嘅地方喺屏東嘛，嗰時有的人可能都冇想要做一件事情。但是其實那地方也被廣告宣傳率很好啊。有可能會感覺睇面容做成年就好。係啦。嗰時候其實你看啦，就是唔單止講我開始主持節目，我是主持發通節目地步嘅一些叫做可能講對話一件事情要注意，但是真是幾多係我哋呢可能講企劃。好的那個事先的設計嘅部分其實要花幾多時間，因為佢雖然講人家節目譬如一年差唔多0到100，但是其實要想要的內容，要有唱慢人，講慢嘅主題，其實要花幾多精神。咁像這樣的從頭教你到要拍很多事情，錄下你們因為講難開咯，平常要話上班要話做嘅事情。也可能嘛習慣嘅啦。有講因為人可能太好啊，還有做事嘅時間攏太勞累。平常雖然我一下係睇面容啦，不過我還是有自家嘅時間。係啊，就真是愛出去做嘛嘅，就錄下你嘛，個人意同我聽數2、3年咧。係啊，我就出去啊。咁從這個除嘅主持以外嘛，係咪為做批演嘛？去批嘛嘅演嘛？卡通，還有像一下要睇嘅，今年要睇嘅播嘅踢球隊號碼字嘅咧。咁像批演也嘅工作當初有用接到咯。有幾多條件講嘅，就因為我每一個行業啊、客家相關嘅突然嘅出來嘅，嗰時候我要乜嘅發通，我可能就會去參加一下。就前幾年嘅時節，就都好看到有嗰啲客家嘅行業批演班，我就想講，我就去體驗看下先。批演嘅培訓班啦，嗰時候當初有去參加。有。嗰件事情係因為講，因為批演一件事情同主持有冇多共，因為主持都講唔知個相關嘅嘛。批演嘅話，如果各異即個愛唔講嘅東西，咁唔幾時我見面講。有嗰種俾人限制嘅嗰種感覺冇？講限制嘛，應該講
一個無強用嘅，愛學嘅東西無強用嘅。你有講咯？因為批型嘅話，唔單止講出來，我將係能主持講法就好。批型嘅話就變成我有聲音表情。我聽到嘅卡通，要讓就要讓，要拿就要拿，嗰啲係幾難嘅。咁從你哋批型批到而家來講嘅話，你這個有印象幾什麼嘅角色？應該就係批嘅天衣鋪卡通，強龍木廠，第二係做阿妹嘅角色。阿奴咧要做阿妹，你就都好，因為我也係嘛係阿妹，就都好，第二嘛係做阿妹啊你。嗰時佢阿妹是愛，應該講，我從頭我有擺我都冇人講，按你很用我去先講，扮演的演，嚇，做某個角色。不有時以聽人同我講。看你有限，除了主角以外啦，好主角當然攞天版的嘛，天版以後，因為有些主角攞愛幾多集，嗰時以主角一定要寫的幾容易配合的，好，然後同時也上映嘛幾有特色的，啊其他都真的都可以有限，啊，跟住當初即係去做去配做阿妹的時間，雖然講這個身份嘛係阿妹啦，但是唔啱咪講身份阿妹，如一定配阿妹啊，嗰時人家因為講。唔幾時嗰種心態都可以批嘅角色，都我最好嘅一啲時間係咪？因為我批嘅角色係我哋嘅兩版就分本愛嘅，就都好，因為卡通嘅媽媽唔是太老啦，成日所以就都好，伊講嘅聲音做啲就似佢那聲。咁有係唔去批過嗰種電影嘅冇？有。譬如講，譬如講我有批過細路嘅。只不過已經規定一下嘅細路誒。好，請問一下細路嘅聲音點樣去揣摩咯？因為係卡通嘛，我哋就自家變做嗰種規定一下嘅聲音就都可以。哦，因為個唔係講細路嘅都係常用嘅呀，係講睇個卡通地步，而係細路角色做某個事情。好，咁種伊本來都做嗰種關聲音嚟用嘅事情嘅話，當然都可以用聲音嚟啦，嗬。我覺得其實喺批音地步，你發現到個其實同主持嘅差別是差幾多，嗬。咁有批到嗰種一天愛看描述嘅冇？攏愛看呢，因為你睇批嘅過程當中，嗰啲天使蛋糕就會有一道沒有嘛。咁有批到嗰種對嘴。有卡通愛對。卡通一定要對嘴，對嘴。係，其實有時幾麻煩，因為有時要對到嘴，然後同時又要對到個描述嘅時間，有時一定動出一個要貼床，發言個要貼床，那變成客話時有時貼斷又嘴又唔拉白，冇得嘴又話講，他還有嘴耶，我想說他還有嘴關我什麼事？就要假絲再留一百咧。係啊，再留一百，我都發現到講哦。其實來回花幾多時間，唔係講唔會講客話嘅事情，其實係花幾多時間係去答，好去配合到最障礙嘅事情。嗰個其實主持同批嘅兩件事情係兩種無相嘅專業，但是我哋簽約嘅地步，其實嘛，佢希望個這個可以做幾好。有時下我看到這個網我哋嘛，嗰度嗰件太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上次我來自我哋面農嘅羅千燕來到我現場的分享講，而唔單止會主持，同時還會做我哋批音。我想問下千燕嗬，因為其實批音也嘅工作，同我哋講其實係一種聲音嘅表演嗬，因為唔係，而最主要嘅唔係內容，因為內容他講嘢都已經係挺好嘅，嗬，如周頓嚟講出嘅。但是你嘅聲音會有幾多無同樣嘅變化，但是。同樣嘅客話，老人家講嘅同我哋講媽媽講嘅，甚至聲音嚟講嘅話都冇同樣。從唔知家有辦法，更加開始可以以根據無同樣嘅角色去變自家嘅聲音。係冇咁厲害，阿門哥會變兩聲總係做的，冇辦法變開頭種。但是唔平常我去觀察嘅到無同嘅年紀，譬如講太爺莎啦，無論講媽媽啦、阿婆啦，好無論阿伯啦，阿伯唔可能唔可以啦，可能呢個聲音嘅細妹唔可以注意到伊哋嘅聲音，然後可能去講去揣摩，無論個試看看啊。也係會嘅，尤其係
廣播啊，也係講談到天師，喺講法嘅時間，我就會特別去注意佢嘅聲音。你邊我哋兩個其實就講南西人啦，嗬。因為其實譬如我哋台灣最流行嘅講客家吧，差唔多有五個腔嘛，嗬。我哋講四海大平安，但其實係有其他用天啊，其他嘅。像唔知教遊戲學冇都講試咗一堂，其他嘅冇腔我強調嘅客家。會。譬如講哪條？去到談較多啦，廣播嘅時間會談多，還有因為我爸爸其實伊係對新竹下來南部嘅，所以以前韓式嘅時間，爸爸同阿公，還有伊嘅兄弟一條攏係講去了。講去了。跟住個要學到去了冇？冇。嗰時爸爸其實講西安，但是本地應該係講去了。好，因為人哋講。因為南部嘅客語都過，我哋客語反應過單純，嗰種我哋真係冇談過海陸腔。唔想講，譬如講到新竹亦都可以談到海風陸風哦，唔係講海陸我都海風陸風，還有嘅我哋嘅西安嘛，北西安，甚至到我哋台中嗰時有太浦腔。嗰時其實我咪媽媽一談就係客家啊，專門都講雙杯腔。我都想講，你一條人家都講個佢度冇叫我強，你躺住咯，米的躺住咯，就雙倍強。你等於講個非我是現象，亦都全部講雙倍強，因為我哋農數西安咧，我哋嘅成分反應都貼單純啦，因為入邊都西安強嘛，只是講，譬如講我哋高速太多關，入邊有太多關強，太陽都安尼啦，冇想到講新竹嘅叫做新竹啦、苗栗啦，叫做強調嗰度，嗰種我都想講。真係覺得我哋要機會嘅話，真係都唔係話講最多嘅係西安，全台灣省客家講最多嘅西安，再加上天呢度都開了，一兩個都冇嘅話，對80%以上都做唔到。可以按你講，真係可以按你講，嗰時其實我問因為講，其實喺北人哋搞生意嚟講客家嘅時間，唔單止可能搞西安腔，馬必睇下。冇強用嘅，太浦腔啊！像唔知佢點解搞生意，我講客家冇？唔會啊，我攏家己講客家。有，怎麼我以為你堅持？其實睇我按多年參加一條客語嘅，無論係教師嘅培訓啊，也係講參加主持人嘅課程。其實按你看來看去啊，都係自家叫我新年嘅志向，我有一個過程嘅體會啦，就係按你睇到俾教片人講客。咁片人講，大家嚟傾下講客話哦，要講出來哦。唔過最應該嘅就係要跪到路卡，同自家嘅聲音嚟講客家話。都唔係講咱教片人講客話，自家應該自家路卡路講客話。唔單止自家講，聲音嚟馬講。但是聲音嚟講客學教聲音講客話，其實應該冇咁困難啦，我開始講嘅係個困難。我講落去，因為係學嗌啊。我啱嘅時節，我講出來之後，人本係同伊講反義。啱嗰講嘅幾張嘢之後，我就感覺做唔得咋人哋，我就開始我家講客話。我順便講客話嘅時節，就自己會講起來就怪怪。啱嗰見講，其實一下就習慣嘅，一下家講反義，定都很怪怪。係啊，因為我表現過詞言都。熟悉客家嘅嗰種強調啊，你講話嘅種內容啊，尤其係講伊嘅身份地位最樣講啊，最常接權嘅嗰種法式，譬如講食飯，你學英文咩？你學詩咩？你現在嗰種最簡單嘅法式，伊談話以後像我以前嘅即係有條嘉義米骨嘛，結果嗰度我哋講米骨人啦，佢講聲嘅睇冇上米骨人。因為萬歲喺搞，萬歲講出來時，伊如果搞，是咪咪咩？你咪咪咩？嗰個人家話譬如講他係有已經24歲嘅，伊講湯啊，伊講還是講米咧。我都習慣咧。我之前你講你要喝湯嗎？對，我要喝米。然後我就看了他一眼，我就講好，伊都萬歲，伊都媽就講是咪咪嘛。嗰時伊都雖然講伊已經把法語同客語已經講分做強下，但是有一些個基本嘅單詞，伊如果還要記得講也都某個東西，但是也發現係用客語嚟發現。其實我哋講即係咪要上我去做一啲客語嘅教學嘛？咁有部分要開始嚟做冇？
我有去參加培訓，不過其實我蠻唔知啊講之後會行一條路冇，反正就先去參加安尼一下呢剛剛自家人叫佢新年呢最重要嘅就係我先同自家嘅新年嚟搞好，冇錯，然後有嗰啲同唔使去搞騙人嘅時間，就做到講我自家要跟新年嚟講下話哦。因為我相信我冇擔心唔啦，因為其實可能即個都靠呢件。都叫聽一批客話我講啊，按順嘅已經無幾多啦。後都表示講，其實聽人家庭地方，人家兄弟姊妹、爸爸媽媽一天平常時都係用客話來做對方。嗰種人有乜嘢從對方能可以講按好。咁對未來呢？未來有乜打算？因為而家我哋講新媒體按到，譬如 podcast 啦，甚至要上過一行新媒體嘅部分。想是有想過，不過可能冇嗰啲時間啦。主要係一下我可能接觸一個配音啊、廣播，可能咩按久嘅時間，我還是希望講我先同線下嘅事情，我先同佢做好。咁你即個一方面開始主持嘛，哈，然後又同時配音，同時又開始有可能會接觸到我哋咧客語嘅教學嘅部分。咁你即個很容易去增進自己嘅行業能力啦。因為我哋所有講到嘛，講法係一回事嘛。我哋今日有幾多單詞，譬如講漢堡，後冇都講有啲東西。從語言嚟講，從一道行業能力，很容易去增加自己嘅行業能力。平常時間因為我睇盧卡攏係講客家話嘛，唔同新人嚟講嘅時間，有啲東西唔可能講唔出來，嗰啲漢語用嚟講。我一下就過習慣，我一天馬上會去查嘅漢語嘅詞典，看下地步係用嚟講。你就第一講用嚟教新人咧，即個嘛記得起來。好，但係都對生活地步要學習啦。好似我哋有時去，譬如講去到美國學英文嘅時候，真係都先查，都先去學習新嘅東西。但是有時就會講，譬如講，你見到有啲行業統一口譯。好，統一嘅部分有興趣冇？我有看過嗰啲課程，不過之後也見人都冇睇嘅版咧。係啦，見人冇睇版，因為講講，呢方面當初客家語言會有，當然有啊，興趣推啊東西，好，但希望講，他人可以有一啲我哋講語言嘅偏見，可以喺歸途嘅地方，客人都講客話。好啊！我當場會用語去把人客話翻成方言，好，告訴他個人唔是講睇一啲鄉下一啲從下地方有好多人有客人嘅話，他個人都同意講方言，好，這係以前嘅情形。但係而家咧希望講，其實他個人都用自家話講話，好，啊，一定會有一啲統一把人嘅話翻成，可能全部人談嘅時候都方言嘛，好，但是自然語言，他個人都自然講，但是而家。感覺到講，喺個推行一叫，都變成我哋嘅改創業發通時，然後有安嘅東西，但是其實統一改好高咧，有挑戰性過大啦。現場嘅反應，現場反應，因為現場反應嘅話，都唔單止係考驗唔入嘅行業能力，因為統一至少喺中國級。你有考過吧？有。考冇？我嘅時間係我。高中也太好嘅時間考嘅，19年前嘅。嗰時嘅行業能力算是最強嘅時吧。因為嗰下有可以比安尼嘅朗圖。有朗圖係，然後同時又有數哈。嗰時以前我學一些嗰種慣常用嘅詞啊，比如考試用嘅詞，可是其實我哋平常時係完全冇安尼嘅機會啦哈。但是其實我發現到講，其實講客話一件事情，一開始係算是講我哋阿伯我算是阿爸阿媽講嘅咧。但是慢慢地喺生活地步，你都發現到講，其實客語啊嗰啲東西是一個沉嘅吼。因為其實唔單止講天文地理啦，其實有幾多嘅社會嘅現象嘅事情啊吼。嘛，我用客話來講嘅事情，係一種對講重新學習呢啲過程嗬。冇錯。嗰個看到入邊，你會發現到講，其實從千年以後嘅一啲學習嘅歷程地步，你會發現到講，更加新穎嘅嗰種，唔知係對客語，甚至講或者客語文化有興趣嘅話，雖然講可能係做各行各業。但是嗰種對以後嘅我哋客話最基本嘅事情有興趣，你可以有幾多去從事啊？一啲唔管係上課啦，去做培訓啊，甚至可以去去做主持，還有去接觸到我哋嘅行業教學。基本上我哋建議到香港分享按照安靜泰故事。
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一下，我再聽我哋先生來強化運動哦。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當我哋嘅面書、傾讚，同時到 YouTube 把我哋嘅影片分享出去哦。